從細咧，我哋就被教育點樣去認識外邊嘅世界啦，認識其他人啦，但係就冇人教過我哋點樣去認識自己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我哋唔了解自己，你所睇到嘅世界，其實只不過係內心嘅投射。就好似一朵花，有人會覺得佢好靚，但係有人就會覺得佢平平無奇。於是你就會開始去爭論啦，甚至係拉攏其他人，想證明自己先係啱嘅。好多人就用咗成世人啦，去喺呢個戰爭入邊咧不斷循環。咁換嚟嘅其實只不過係包裝唔同嘅同一件事，其實本質咧係從來都冇變過。喺《女祖無極寶懺》其中嘅一句咧就講到：草色花光，隱隱動人；花草無心，人自為動。花草咧佢本身係無心亦無意，只係我哋嘅人自己個心咧喺度喐。咁所以當你強求人哋嘅認同，硬係要呢個世界去符合你嘅期待，其實痛苦嘅只會係你自己。當你抱怨外在點解會咁差咁糟糕嘅時候，人哋對我咁唔好嘅時候，你不妨問下自己，我嘅內心點解會升起咁樣嘅念頭？就好似呢一張圖，你睇到嘅一個蘋果，我哋只不過係睇到俾蟲咬嘅嗰一面，而忽略咗另外嘅一面。最終其實我哋修行之中，我哋最終要明白嘅就係你嘅人生並唔係呢一個有瑕疵嘅蘋果，亦唔係鏡入邊嗰個完美嘅幻象。你其實只不過係拎住塊鏡而能夠清醒睇住一切嘅發生嘅一個觀察者。